看到咱長林的這個綠美化，還這個建築物，我相信講透過說明會，大民眾講，大合民眾看到這個景色，還會當舒緩內心的一種恐慌，交迄個壓力安尼啦。我希望講這個館可以稍微解決學甲流浪狗的問題，因為狗仔嘛真正帶來咱真濟困擾啊，所以講這點漸漸下民眾來看，透過影片會當下民眾安心。我們有一個獨立的一個教育館，未來可以進行動保教育的相關的場域，可以提供給國小、國中跟各級學校或是一般的民眾來這邊參訪，有一個專屬的動保教育的一個場域，可以提供更多元不一樣的面向，讓這個動保教育的一個部分可以向下去做扎根。這個園區的一個規劃，除了說傳統的收容館之外，我們還有規劃很大的一個寵物公園，可以讓民眾帶犬貓來這一邊，可以做一個踏青跟休閒的一個場域。另外還有規劃相當的一個廊道，還有自容池，整體是採公園化的一個設計。那希望可以美化這個地方。犬舍設計當然就是盡量就是用挑高，然後空曠舒適。那每一棟犬舍它都有一個室內區跟戶外的活動區，所以來這邊是說像讓一個擺脫傳統收容所的一個設計，是像讓犬貓來到這一個地方，就像來旅館一樣。它一個很舒服、舒適的一個活動空間，那也歡迎民眾帶犬貓來這邊參訪。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基本上學甲動保園區，可以收容400隻犬隻、40隻貓，那基本上都是以學甲為第一優先，能夠相當程度的緩解解決學甲這個流浪動物的問題。接下來學甲的動物流浪動物進來以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學甲周邊，包括將軍、北門、佳里周邊的流浪動物可以進來。那進來不是讓它終老而已，最重要的是經過結紮之後推動一些認養。另外一個部分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功能我們這個地方完工之後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很漂亮，那動物收容又很人性環保。然後也可以作為全國最大的這個動保園區之一。同時，這個地方我們還有市集的保留地，所以假日的時候可以舉辦一些動物趴或者一些市集，可以歡迎愛狗愛貓的人士，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戶外的寵物公園都可以。所以這個地方不僅是集保育教育而於一身，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成為一個地方休閒的一個好的地方。另是估計歡收看6月30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因為詐騙一件接一件發生，對厝擔市政府甲中華郵政、中國信託合作推動了 ATM 科技防詐騙，對只要領錢的人有佇安全帽掛喙罨，得發出提醒甲警示聲音。佇試辦1冬外來，車手提領的數量大降低97%，阻擋詐騙的成果受到行政院肯定，嘛提議要將台南成功的經驗推廣到全國。ATM 讓民眾方便領錢，煞也成為詐騙集團騙錢的媒介。車手常常會用安全帽啊，也是喙罨假面詐掉的相騙警察。台南市去年5月份，率先跟中華郵政合作推動 ATM 科技防詐。車手提領的次數大幅降低70%，從286次、66次，286降到86，降低了70%。那今年開始，中國信託也試辦了，也好像76台還多少台哈？那車手提領次數更厲害了，降低97%，
97%。試辦一檔科技轟炸措施的效益成果攏相當的好。根據統計，114年全台詐騙財損金額高達893億，拿到透過熱點 ATM 提領的詐騙案超過10萬件，其中台南市大約9434件，犯案車手374人，顯示利用 ATM 提領詐騙款項的情形猶原有一定規模。我們期許中央與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持續公私協力，未來全面普及 ATM 相關安全功能，落實防範犯罪轉移，打造安全可信賴的金融交易環境。台南市政府甲金融機構建立的合作模式，已經成為全國打擊詐騙的重要典範。行政院表示肯定，全台目前已經有15間銀行、2594台 ATM 有相關的警示系統，有加佇今年底之前，公告銀行 ATM 有轟炸警示功能的佔比，將大大提升到20%。台南新聞收回陳鴻報道。日前佇主席高中所舉辦114學年度第1場的市長獎頒獎典禮，市長吳偉綽親自頒發，予5個行政區總共648位優秀的畢業生，並且甲學生留下充滿創意的珍貴相片。該頒獎典禮同時嘛替吳市長將要卸任獻上畢業祝福。台南市長吳偉綽臨來首創的市長陪你拍活動，今日演這充滿紀念意義的畢業場，因為市長都要替5個行政區總共648位獲選市長獎的畢業生頒獎。第1場有一寡學生嘛攏真大心，這回替將要卸任的吳市長獻上畢業祝福。為讓市長配合學生滿滿的創意來翕相，有一寡真正做笑虧。市長獎除了是您個人跟家庭的榮耀之外，也是我們台南市的光榮。我們根據統計，歷年來市長獎得獎的同學，未來在學習以及在人生的腳步中，都有非常非常傑出的表現。對着學生的創意，吳市長攏是全力配合，誠意滿滿，現場笑聲不斷，嘛互畢業生留下屬於家己的獨家回憶，嘛親信這學生未來將成為國家、台南以及家庭的榮耀。台南新聞軍籍蔡鴻報道。最近食毒以後開車已經造成真濟件重大交通事故，對此台南市刑警大隊要對源頭來打擊，長期鎖定一名號稱24點鐘隨叫隨叫佇家己賣毒的李姓主嫌，最後順利將伊逮捕到案。後續嘛將賣毒的組織一併來查克，避免影響到社會治安。台南市刑警大隊專案小組發現，佇嘉義地區竟然有號稱24點鐘隨叫隨到的行動毒品供應商，賣閣是近來食毒駕駛的伊托米茲等毒品。經過長期追蹤搜證，最後鎖定李姓主嫌所藏的公務大樓，除了順利逮捕嫌犯，嘛當場查獲伊托米茲、凱他命、咖啡包、加現金等證物。偵訊過後，依照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台南市刑大經溯源獨家案件，發現李姓男子在嘉義縣市以24小時隨叫隨到作為口號，販售毒品給不特定要角。案經長期跟監搜證，隨即報請嘉義地檢署指揮偵辦。專案小組見時機成熟，於115年1月31日查獲李姓要頭，並於5、6月期間，陸續查獲5名要角到案。警方就將李姓主嫌逮捕，嘛陸續前往嘉義縣市，將賣毒的藥卡查克到案，將賣毒的組織一併打擊，因為後面將安吉的生活，避免佮因為毒品傷害無辜。台南新聞軍籍蔡鴻報道。
台市中西區圖書館30號在地木雕師傅劉進文觀眾一座木雕的工藝作品，或者讀冊好，由區長蔡家福代表受證並致敬感謝狀。該作品將典藏在館內，讓民眾欣賞，也讓傳統工藝加入活態空間，為圖書館注入藝文氣氛。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因為位於台南歷史的核心區域，長期推展閱讀，甲保存地方文書的基地，透過多元的閱讀服務，甲文化的活動，讓市民更加認識中西區的人文風貌。即屆佇劉進文老師觀眾讀冊好的作品，唔僅為圖書館增添特色藝術的典藏，嘛為古蹟圖書館增添文化的底蘊。請揭幕！哇，太棒了！大家給點掌聲！這是屬於我們所有市民朋友的藝術品。感謝咱劉進文老師願意把他的工藝木雕作品，捐給我們中西區圖書館。也會未來會放在我們圖書館，我相信這也會讓我們的古蹟圖書館的空間變得更加的有靈魂，更加的有溫度。也歡迎市民朋友可以一起來圖書館來這邊看書，來看我們的這尊讀冊好的木雕工藝作品。那我們也為了擴大這樣的一個效益，那公所也辦了共學的活動即日起只要我們的市民朋友來中西區圖書館，拿我們的學習單把它填好，那再借5本書，那就可以獲得我們的成功虎爺餅數量有限總共200份送完為止歡迎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踴躍來一起參加。上午的觀眾儀式包括座位的民意代表、民政局的專委、北區區長以及座位的藝術家攏到場來出席。劉進文老師除了分享作品的創作理念，同時嘛講到當初觀眾的緣由。中西區的讀冊其實是3年前讓這個汪慶龍區長當時做區長的時候來出手這件代志。中西區的吉祥物是這個虎嘛然後串聯就是講要做一件作品在咱的中西區的區公所。不過就是講區公所的區公所有較舊啦所以即馬咱這個現任的蔡家武區長，我把這個意向、這個想法放在這個中西區的圖書館內底，用一個古蹟甲藝術的結合啦圖書以外，然後把這個中西區的圖書館做一個藝術的殿堂，然後大家來這搭，比如講看冊也好欣賞作品也好啦伊攏是一個真有意義的一個作品的一個遮。讀冊好的作品，除了呼應圖書館推廣閱讀的理念，因為台語的諧音有讀冊好的含義，用親切又個富有在地特色的語感，傳達以冊為友、落地閱讀的精神。台南新聞李盈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人工智慧技術快速發展，全球產業競爭嘛進入全新的階段。如何整合產官學研的力量，打造台灣後一波成長的動力，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對此，由三立集團所主辦鍍金的心臟高峰論壇在台南登場，邀請各界共同來探討 AI 產業的布局、智慧醫療以及人才培育等層面。讓全球的 AI 從這裡開始跳動。記錄台灣產業鏈甲世界 AI 發展趨勢關聯，三立新聞團隊開3天時間製作紀錄片《鍍金的心臟》，同時舉辦 AI 台灣隊高峰論壇，活動來到台南，產官學研共同探討 AI 產業布局。面對 AI 的時代，我們要想的下一步應該是什麼？所以我們需要能夠基於我們台灣在既有的製造的優勢上來打造 AI 共應用的價值。AI 的科技不是城市人的專利，也不是在都市擁有豐富資源的人的專利，
而是肯花心思的人，他可以掌握主導權。論壇當中聚焦 AI 產業升級、甲國際競爭力，以及人口佇半導體聚落、先進製程、AI 供應鏈、營銷發展以及人才培養方面的關鍵角色，也分享 AI 智慧醫療甲健康科技應用。因為在 AI 啊，在晶片上面，我們已經領先全球了嘛。那我們有這個基礎，是硬體的基礎。那軟體就是我們已經在努力。那這個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如何累積到足夠的數據，讓 AI 的運算更準確、更便宜。這個是最重要的。AI 正改變產業樣貌，台南在推動 AI 甲機器人產業有着濟優勢，希望透過各界的交流，擘劃南台灣科技龍大未來發展方向。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暑假來臨，台南上屆消暑的親水活動來啊！由市府觀光旅局所舉辦2026俄羅比環皮一下，將於7月底登場。今年延續親水的主題，推出全新風翼滑板加橡膠船拖曳的體驗，邀請民眾做伙來觀燈，感受台南熱天清涼的水浴。曾經入選台灣百大景點小鎮的台南市觀燈區，擁有專台密度相關的皮塘景觀。其中，俄羅比自然公園更加是觀燈上有代表性的景觀之一。經過去年首次舉辦親水的活動，吸引超過1萬的人潮。今年市府觀光旅遊局再次推出俄羅比頑皮一下。有全新的風翼滑板，加入橡膠船的拖曳體驗，邀請民眾做伙來觀燈賞水。葫蘆皮非常漂亮，非常好啊，而且這個非常適合這個水上活動。我們舉辦頑皮一下啊，很多精彩的一些水上遊具，還有不管是付費或是免費玩都很精彩。在這一次我們特別觀旅局。今年是第2年，因為去年創造了這個非常高的回饋反響都非常正面，總共有2天的活動，短2天就13600人，所以說今年又加碼增加更多遊具增加更多遊趣，那也增加希望你都能夠來，歡迎大家來到台南，好吃好玩，配合我們山區的芒果季芒果節，所以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歡迎您利用暑假的時間，不管自己來、情侶來，或者是帶着小孩來、帶着阿公阿嬤來，都是非常適合來台南的。今年俄羅比頑皮一下的活動延續去年親水的主題，活動將於7月25、26，甲到8月1號、2號4天。開幕當天邀請台灣風箏衝浪學校的教練，帶來精彩的風翼特技表演。另外，還有獨木舟、SUP 等浮具的體驗，結合俄羅比自然公園的特色景觀，加入觀燈在地產業的參觀活動等，歡迎民眾做伙來觀燈佚佗。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為提升全民運動風氣，落實運動編款，台南市正式啟動115年度運動愛台灣2.0。該計劃將推動超過4000場專齡體育活動，預計吸引26萬人次參加。另外嘛，規劃9000場的適應運動課程甲活動，要服務超過25000人次的民眾，以打造健康、友善、共贏的運動社區。請啟動！哇，看到我們後方的這台，也就是我們運動愛台灣2.0是運動計劃，我們的秉持着運動平權、全民共享理念，積極推動全民運動政策。透過多元化、在地化以及專齡化的運動服務，鼓勵市民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市府體育局成功爭取115年度運動愛台灣2.0甲適應運動計劃經費，打造更加完善全民運動環境。中央個地方大家共同為咱視障朋友做這個運動，就在講是全齡全面的一個運動，嘛希望講因大家攏有迄個運動機會，當保持這個身體健康。非常感謝咱這黃市委大家這付出啦吼。所以就是講經費的部分，場地的部分，個項目的這個部分，
教練的部，尤其教練部，尤其我們身障朋友對運動部可能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的適應性的一旦處理，所以就是教練一旦叫一個運動要加強對部分，所以這個部分對我們全面一個健康是非常的重視哈。體育局指出，今年的運動愛台灣2.0。將佇全市規劃超過170項運動計劃，辦理超過4000場的體育活動，內容涵蓋運動課程、體適能檢測、社區聯誼賽、婦女甲銀髮族運動、各類運動嘉年華等，預計將會吸引超過26萬人次的共享盛舉。除此以外，新型運動計劃將會由19個執行單位共同來推動，規劃辦理1111場的課程甲活動。預計服務超過25000名人次身心障礙朋友以及市民，希望透過更加完善多元的運動服務，讓無同年齡、無同族群，攏有當享有平等參與運動機會，落實全民運動、全民健康的目標。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台南市率先全國所推動近鄰綠校園標章認證計劃已經邁入第13檔。今年頒獎典禮在展文市政分區表揚全市77間通過認證學校，肯定各校長期推動責任減碳加環境教育的用心，也期待讓減碳永續的理念對校園開始落實在咱日常生活。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甲淨零轉型浪潮，台南市持續以教育作為推動永續重要基礎。市長黃偉哲就曾經講過，城市愛轉型，教育愛先行。台南市在去年已經率先完成全市各中小校園碳排放基礎調查，今年更進一步推動校園空間改善、能源轉型甲再生能源建置，透過具體行動落實減碳目標。打造兼具教育甲永續功能的綠色校園。淨零碳排是全球的趨勢，在2050年要達到所有全球都是淨零減碳的這個標準，所以也非常感謝這個各位教育工作者，從學校就開始教育小朋友，教育我們的學生能夠有這樣子的觀念。那今天能夠獲獎呢，表示平常各位對淨零碳排的這個用心實在是付出很多，那也感謝教育局的督導，感謝各位校長、老師的用心，還有學生的配合。台南市今年各校減碳成果亮眼，其中後壁區的永安國小負碳成效達到自身碳排放量12.6倍，成為全國第一座通過認證的零碳校園。麻豆區的培文國小每年的減碳量更是高達1噸外，榮獲全市校園減碳績效第一。展現台南推動淨零教育的豐碩成果。教育局表示，台南曾經加碳甲淨零教育多年，未來將會持續攜手各級學校深化環境教育，以校園作為永續發展的起點，帶動社區共同實踐綠生活，朝向淨零城市的目標穩健邁進。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感謝收看6月30日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哦。又有人上當了，有錢要進來了。
只要你敢領，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會那麼嚴重呢。打詐新4法上路，嚴懲詐欺犯，騙越多關越久，最多關12年，最重罰3億元，提高假釋門檻，犯3次不得假釋。要讓詐騙集團想騙的不敢騙，已經騙的會被抓，騙到的沒得花。守護詐騙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協助，有疑慮就打165，讓政府來幫你。打詐新4法，加重刑罰，共同打詐。投資型詐騙，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事實上，這類型的詐騙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吸引被害人上當，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隨即捲款而逃。千萬別上當啊！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很棒，單光隨手關燈還不夠，換裝 LED 燈泡可以再省60%照明用電，清潔濾網可以再省10%冷氣用電。等下更多的電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嗎？不是，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給你。爸，我愛你。我也愛你。哇，今天來的人還真多。我在現場拿吉他表演一下，來炒熱氣氛。這樣演奏別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沒問題，不用擔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非以盈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3個要件，而且屬於非經常性、非例行性質特定活動，就可以在活動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哦。尊重著作權，讓我們的創作世界更加美好。避免陽光直射，距離牆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讓內部冷氣流通。溫度設定26到28度，家電扇助循環。睡覺定時4小時，濾網2週洗一次，提高降溫效率。更換 LED 燈具省電50%。隨手關燈，選購有節電標章、效率1級的產品。隨手關燈，節能減碳，減輕地球的負擔。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剛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你聽過只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只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好帥哦！新車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嗎？微型電動2輪車要懸掛牌照、投保強制險，還要你滿14歲，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麼啊？有這麼多規定哦？沒錯，微型電動2輪車需經審驗合格、領用及懸掛牌照，並投保強制險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車交通安全規則，不超速、不雙載、不酒駕、不擅自改裝，違反者將處最高5400元罰鍰哦。這麼嚴重啊！還不趕快去辦理？我馬上去。微型電動2輪車掛牌投保，滿14歲缺一不可。內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
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調解納入選項，3贏不是想象。